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远永流不断。耶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约翰福音第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丽英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清晨时光可以聆听学习你的话语，因为出于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愿我们所做所行能够合乎圣经的真理教导，是主所悦纳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昨天透过约翰福音第1章从19节到28节，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身份就是是犹太的公会差利未人和祭司来质问他。那施洗约翰他也开宗明义否认自己他并不是弥赛亚，不是受膏者，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摩西所说的神要兴起的那一位先知。那施洗约翰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他是上帝前的声音，是要来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他的路。那施洗约翰为什么为人家施洗呢？因为他的回答是因为将来有一位更大更尊贵的即将要来到，所以他替他解鞋子也不配，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预备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世上。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关于施洗约翰的记载。好，那我们要从29节来读到今天是第42节。好，那我们要先请丽英带我们来读29节到34节。29节，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迎面走来，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的罪的。这一位就是我说过，他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伟大，因为我出生以前，他已经存在的那一位。我并不认识他，现在我来用水施洗，为要让以色列人认识他。约翰又见证说：我看见圣灵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落在他身上。我还是不认识他，但是那差遣我用水施洗的上帝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用圣灵施洗的。我已经看见了，所以向你们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35好，谢节。谢。那先到这边。那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的见证呢，是有几个重点。好，那首先就是29节到30节。好，那他亲眼看见耶稣，而且当他亲眼看见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说这是神的羔羊，是要来除掉世人的罪哦。那关于神的羔羊呢的记载，可以参照几种可能的说法。第一个羔羊就是代表出埃及记当中早期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他们要准备逾越节的羔羊，那要宰杀羔羊。还有在以赛亚书53章的第7节，好，那要讲到这个以赛亚先知预言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那被剪羊毛的人也不吭声的那个羔羊，就是待宰的羔羊。那还有第3个就是按照这个利未记每一天都要在圣殿在会幕要献上的羔羊。那利未记16章跟利未记14章有提到2种羊，那一个是代罪的羔羊。好，那这个代罪的羔羊呢，就是要由大祭司来为他按手，好，然后把所有的完成了各样的这个献祭之后呢，要把这只羊牵到这个山的悬崖上悬崖边，然后把这只羊推到这个悬崖底下，叫阿撒谢勒。那也就是代表所有的
这些以色列百姓人的这些罪呢，通通归在这只羊的身上。好，那跟着这只羊一起粉身碎骨，代罪的羔羊。利未记14章，好，又提到是赎罪祭的羊，那这是要成为燔祭，要烧给上帝的。所以当施洗约翰说看见耶稣说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那后面的重点是除掉世人的罪的。所以这只羊呢，它是为了要除掉世人的罪，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他对主耶稣的认识，那虽然他们在血缘上应该是远亲，那可以称为表兄弟，那但是施洗约翰是在是在这个跟是祭司的家庭呢，好，那耶稣呢是在拿撒勒的家庭，好，所以施洗约翰一般应该是住在比较靠耶路撒冷的地方，好，那耶稣的长大的地方是在拿撒勒，所以他们并不是可能从小一起长大。那再来就是施洗约翰，那他也因为经过上帝的开导，所以他知道上帝要兴起一位弥赛亚，所以他对耶稣基督对于耶稣和基督的概念呢，他要求证这位耶稣是不是就是基督，所以他知道上帝的羔羊是要来除掉世人的罪。30节说这一位，那就是指耶稣就是我说过他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伟大，因为我出生以前他已经存在的那一位。那施洗约翰比耶稣早6个月出生，而且施洗约翰的出生也是一个奇迹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祭司撒加利亚伊丽莎白那年纪大了没有怀孕，但是呢因为撒加利亚不相信天使所说的，他就成为哑巴，一段时间到施洗约翰满月了，然后出生，然后要给他取名字的时候他才可以说话，所以这个神迹呢也让施洗约翰从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出名了，是一个神迹。但是他却说耶稣在他出生以前就存在，那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会提到的重点，那也是作者约翰刻意要强调，说耶稣说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有了我，然后又说我与父原为一，那在第1章也说道成肉身，在创造世界以前这个道就已经存在，道就是上帝。所以在30节这边，那施洗约翰看见的耶稣呢，应该就是在前一段27节耶稣所那个施洗约翰所说的就是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因为因为那是在施洗约翰以后要来的那一位。那这时候耶稣从哪里来呢？那这个是比较约翰福音没有特别强调记载，但是在马太福音第3章和马太福音第4章，我们大概可以看见施洗约翰出现2次。马太福音第3章，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是传道，然后呼吁人家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那许多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罗马的这些兵丁呢，也都来接受洗礼。但是施洗约翰呢，也说有一位能力比他更大的，他替他提鞋子也不配，用圣灵与火为人洗礼。那但是耶稣那时候就来到加利利的约旦河，然后请约翰为他洗礼。那后来洗礼之后呢，第4章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就到旷野去接受试探了。那旷野接受试探完，魔鬼离开耶稣。那马太福音的记载就是施洗约翰，他下了监狱，他就去到加利利开始传道。所以在时间上面的排序呢，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又看见耶稣，应该不是第一次洗礼的时候，而是耶稣呢从旷野接受试探，来到这个北边的加利利。所以当施洗约翰继续在传道传悔改洗礼的时候，耶稣他受试探完，又来到施洗约翰的这个传道的地方那所以31节施洗约翰说我并不认识他，
好说他并不是真的认识这位耶稣好人这位，但是现在我来用水施洗，我要让以色列人认识他。那施洗约翰又见证说，我看见圣灵像鸽子，所以这个是表示说施洗约翰已经做完这些事情，也表示说耶稣已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他才会见证说，当他在为耶稣洗礼的时候呢，我看见圣灵像鸽子从天上降下，落在他身上，我还是不认识他。所以施洗约翰强调说，他这个不认识不是说不知道他的名，不知道他的姓，而是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是呢，那差遣我用水施洗的上帝对我说，你已经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用圣灵施洗的。所以施洗约翰为很多的人，成千上百或是上万的人洗礼。那但是只有这一位当他为耶稣洗的时候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在施洗约翰的心中也有声音说，你已经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就是那一位要用圣灵施洗的。所以施洗约翰的见证很宝贵很重要，就是有双重的见证，从他个人的主观，还有环境的客观，还有上帝对他直接给他的启示神观，所以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就是要真的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血来洗净世人的罪，除掉世人的罪，而不是只有像施洗约翰用水洗礼。施洗约翰说他要用火与圣灵为人来洗礼，所以最后34节施洗约翰说，我已经看见了，就是他曾经他已经之前看到了，所以现在向你们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接下来所要说的，就是这群来听施洗约翰传道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好，那我们再来请这个丽音带我们来读35节到42节。35节，过了一天，约翰和他的2个门徒就在那里。他看见耶稣经过，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2个门徒一听见这话，就跟随耶稣。耶稣转身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想要什么？”他们回答：“拉比，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吧。”他们跟他一起去，看到了他住的地方，当天就跟他住在一起。听见约翰的话而跟从耶稣的那2个人中，其中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先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已经遇见弥赛亚了。”于是他带西门去见耶稣。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的名要叫基法。”谢谢。那所以施洗约翰这时候传道的对象呢，就是有一群人，但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呢，把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地点呢，也都有做排序，是有经过整理的。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4卷福音书的比较，昨天的时候，那所以在35节说又过了一天，那就是前一天是施洗约翰在宣告耶稣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那又过了一天，那这一天呢，就是施洗约翰继续在约旦河，在加利利的约旦河传道。那约翰有2个门徒也在这个地方，可见这个门徒可能在前一天没有在场。那他们呢，施洗约翰又看见耶稣从这里经过，那他就对这些门徒，或是他不禁脱口而出说：“看啊，神的羔羊，上帝的羔羊。”那很特别的是，这2个门徒一听见他们老师施洗约翰说这句话，他们就跟随耶稣。那在这里讲到就是是耶稣的首批的跟随者，到底谁是先跟随耶稣的？那在马太福音是讲到说有4个渔夫来跟随耶稣，然后耶稣就叫他们得人如得鱼。那但是在约翰福音呢，却是讲到
施洗约翰在为人施洗或是在传道的时候呢，因为他讲出了神的羔羊，所以有2个人来跟随耶稣。那所以让我们觉得很意外，这2个学生怎么可以见风转舵？好，那抛弃这些老师就去跟着别的老师。如果以我们现代人来看，会觉得这个好像没有这个职业道德。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施洗约翰他平日对门一定是以神羔羊为中心，所以以至于他们的老师一说出看啊，神的羔羊，好像就是神的羔羊已经来到了，所以让他的门徒当中有2位呢，就愿意立刻转移跟随的对象，就去跟随了耶稣。这个是非常特别，非常特别。那施洗约翰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他是一个不贪图权力也不贪图名声和地位的一个祭司的家后代那他也远离这些祭司撒都该人的这些忧郁的生活，选择在旷野过清贫的生活。那上帝呼召他出来服侍，他却顺服上帝的引导，那不是用人的智慧聪明手段来吸引人，他选择到没有人的地方，但是人呢都自动到那里去。所以因为是上帝把人从4面8方带到施洗约翰面前，听他讲道，然后悔改扎心，然后受洗，然后带来复兴。当然施洗约翰也不畏惧人的脸色。那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看到他也称这些来受洗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那他也指责希律王不应该娶了他兄弟的妻子，结果他因为这样被捕入狱，甚至被砍头而殉道。那之前我们有提过说马拉基书有预言要来的先知以利亚，那施洗约翰说他不是他只不过是旷野里面的声音，他可能不要让人家引起他的注意，那他要人家注意是耶稣基督。虽然施洗约翰没有行过神迹，那因为神迹会让人出名，好像魔术师，所有的眼光焦点都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他不要让众人眼光只有聚焦在施洗约翰身上，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他的门徒离他而去呢，他也不会因为这样觉得心中不平衡，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知道他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是要做在耶稣基督，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也讲到，施洗约翰也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这个耶稣这样子的形容呢，甚至可以说从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大卫、以利亚这么多的上帝所兴起的人物当中呢，还不如施洗约翰的扮演的角色。那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说施洗约翰现在的工作是离这个上帝的儿子最接近的工作。那施洗约翰他要怎么样让上帝的儿子可以被世人看见，是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那这就是施洗约翰他能够大过于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大卫这些的重要性的原因。那所以当这2个门徒转去跟随的时候呢，这2个门徒是谁呢？后面有介绍，一个是彼得，那另外一个是谁呢？那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刻意不介绍，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去找，要大概看到第13章的地方呢，才会稍微看到说这个有一个门徒叫做主所爱的，然后在耶稣的怀中的那一位门徒。那整个是约翰福音的基调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没有很明显，但是就是有透露一些蛛丝马迹。所以这个2个门徒当中，一个是很清楚的是一个对不起，2个，一个不是彼得，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这2个，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呢就是门徒约翰，就是门徒约翰，但是他特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耶稣看到施洗约翰的2个门徒安德烈跟约翰来跟随他，就问你们想要什么？
那他们就问拉比，你住在哪里？好，拉比就是老师哦。好，那为什么要问耶稣住在哪里呢？好，那表示说，第一个就是这些门徒，他们想要很多的问题，或是很多想要学习的，就是要来跟从这位老师来学习。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情境，因为他们是在旷野，在约旦河外，就是到约旦河的东边去，所以那边并不是人居住的地方，好，没有什么客栈啊、旅馆啊，荒郊野外，所以大家要来听施洗约翰传道，跟他学习，好，要来听他的课，好，那也没有可以住的地方，所以大部分大家都是搭帐篷，因为很多的人，所以就是可能是很多的帐篷在那边，所以他们这两个学生安德烈跟约翰，那他们想要问你是住在哪一个帐篷，那他们想要去跟他就近来学习，那耶稣说带他们说你们来看吧，所以耶稣就带他们这两个门徒去耶稣住的地方。好，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不是耶稣有一个家在那个地方。好，有时候我们读得太快呢，就会觉得说，耶稣好像有个家，有个房子，好，有一个住的地方，他们就去住在耶稣他家。好，而是应该是在约旦河外的旷野当中，耶稣的棚子。那他们就跟他去了。好，那时候约下午4点钟好，这个是和本翻成深圳哦，好，深圳，好，那这个时间呢，深圳的意思是第10个小时，好，所以罗马的记法就是半夜的第10个小时，半夜开始的第10个小时就是早上的10点钟啊，但是如果用犹太人的记法呢，好，是下午的4点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好是用下午4点钟。好，那和尔本的修订版也是用下午4点钟。好，那但是也有人会引用约翰福音第19章，好，跟马可福音第15章。好，如果是下午4点钟，好，那耶稣被宣判钉十字架的时间就要往后推哦。好，所以认为这可能是早上的10点钟，好，这个地方。但是不论是下午4点，好，那就是太阳要下山，好，那他们可能就跟耶稣住在一起，或是早上10点，好，离太阳下山还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两个门徒呢，就跟着耶稣有一整天的时间，好，可以跟他来问道理，好，那我想这个不是非常大的差别，好，但是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解释。那是10节，好，那听见约翰施洗，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听见施洗约翰的话而跟从耶稣的那2个人，所以这里约翰福音的作者刻意指出一个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好，所以他知道彼得的名气很大，好，所以他先介绍彼得，再来介绍他的弟弟安德烈。好，那安德烈呢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出现过，可是呢却在约翰福音出现3次。我们在第1天的时候有提到，第一次就是他带着他的哥哥彼得来找耶稣，第2次呢就是他带了那个小孩子的5个饼2个鱼来见耶稣，第3次呢他是带了希腊人来见耶稣，所以这是安德烈特别的事迹，那在约翰福音当中记下来。好，那为什么约翰知道呢？因为约翰跟安德烈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2个人是好朋友，所以2个人一起决定要去跟随耶稣好，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好，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所以安德烈呢去找他的哥哥。好，那他虽然跟这个耶稣在一起相处之后，好，他马上看出这个耶稣的不平凡。好，那他跟随了施洗约翰，好，他们来跟随施洗约翰，他们已经是觉得施洗约翰的不平凡。但是当他一直没有带他的哥哥彼得，好，来跟随施洗约翰，但是现在情境又不一样，好，他才跟耶稣相处，可能只有几个钟头的时间，他就立刻回去找他的哥哥。那他的哥哥呢，就很有可能是马太福音第4章，好，那时候彼得在加利利湖在打鱼，所以呢，他的父亲呢，还有另外一对兄弟呢是雅各和约翰，好，所以他们呢，可能就是去找了他的哥哥，好，来跟随了耶稣，来跟随耶稣，好，那这跟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又
又更加的详尽了。那安德烈带着西门见耶稣，耶稣看着他，就对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叫做基法。”好，那基法和彼得的意思都一样，就是指磐石，指石头。好，那所以基法呢是亚兰语，好，那彼得呢是希腊语，好，那意思都是石头。所以在圣经当中，上帝会为人改名字，好，那这个都有代表特别的意义。好，那他把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好，那他改的这些人的名字呢，就是要他们的生命呢有一个新的开始。好，那这些名字好也上帝赋予他们意义，好，使他们的意义这个名字的意义呢能够更加的蒙福啊。但是只有我的印象中就是只有一位上帝给他名字他没有用，一直用他旧的名字，就是所罗门。上帝给所罗门新的名字，可是呢所罗门还是一直用所罗门的名字。好，这是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好，那今天这段经文没有很长，那我挑的经句是34节施洗约翰说：“我已经看见了，所以向你们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不晓得我们是不是真的看见耶稣，也能够向人来证明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羔羊呢？那今天的感受就是施洗约翰他经过了客观、主观、神观的求证，无论从他的血缘，从他的读到的圣经，还有在为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自己亲口对施洗约翰所说的话，让他不仅甘心乐意宣扬耶稣就是基督，甚至他也甘心献出他所有。其实施洗约翰什么都没有，他只有穿着骆驼皮毛的衣服，然后吃的是蝗虫和野蜜，然后住在旷野当中，大概没什么家当。他有的就是他的群众，他有的就是他的跟随者。可是当他的2个跟随者都是很优秀的，要马上转去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也没有计较，他也没有觉得不舍，而反而是因为知道这为了都要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让道成肉身的耶稣能够专心去完成天父的交办事项。就是耶稣他不用再去旷野忙了半天，然后穿着骆驼皮毛吃蝗虫喝野蜜，然后传道，然后众人才认识耶稣。就是耶稣可以省去这个部分，直接透过施洗约翰的影响力能够升级，然后去传道，能够有透过门徒。那在约翰福音的门徒呢，大概在第2章以前呢就已经到齐了，可是马太福音耶稣的门徒呢要到第10章才会看到12使徒出现，所以约翰福音当中并没有刻意要去介绍每一位门徒。那其他3卷福音都会把12门徒的名字搬出来。那因为可能到约翰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12门徒的名声已经很响亮，所以他不用再去重复。好，但是呢，天父交办耶稣的事项就是要除掉世人的罪，这件工作是施洗约翰没有办法做的，所以他只能够尽他所能的来促成耶稣完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今日事，就是什么是天父在今天可以给我或给我们的交办事项呢？那我们是否明白，也是否愿意为了天父的交办事项而使命必达，并且在所不惜，不愿意献给神呢？那今日必的祷告就是求主圣灵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笃信不疑的跟随耶稣，用生命来见证我们所信的，也求主使用我们的影响力，不论我们的影响力是在家庭，是在社区，是在职场，在社会，但愿这些的影响力呢，都能够献给耶稣，成为耶稣的影响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的经文，让我们来看见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的求道的过程。施洗约翰清清楚楚明白认识耶稣基督是神儿子，是神羔羊。当神的羔羊来到世上的那一刻，施洗约翰是义无反顾的献出所有，
并且要来成就上帝所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大事，就是要来除去世人的罪。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罪都已经因着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使我们的罪跟着耶稣一起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再受到罪恶的辖制，也不再受到罪的控告，我们能够从罪的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要做义的奴仆。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也盼望我们都能够效法施洗约翰能够为耶稣做见证，能够带领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能够来认识耶稣，来跟随耶稣能够一生为主耶稣来做工，使神在我们身上的的一切的美善都能够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所到所办所做的各样事情都能够来荣神益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丽英，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